来看海巡署接到情报，有台湾籍的渔船偷渡越南非法的渔港来台湾。海巡人员到屏东的外海拿查，果然伫个船舱掠到30个非法的渔港，都惊有染病风险。甲这个渔船押回港口了后，船舱马上来消毒，嘛甲每一个人磅体温。讲因为疫情的关系，越南的航班减真多，渔港真歹入来台湾。为着要来台湾讨食。这个人才会甲台湾籍的船长来合作，一个人30万来偷渡。这一船偷渡者是30个人，船长会当收将近1000万。这尔好康，嘛无怪抬头的生意有人做。同仁正在开始进行登检。海巡人员发现这台台湾船啊，要求停船接受检查。讲载几个人？伊无法度算。海巡人员发现，船顶除了船长、船员是台湾人以外，其他还有30个越南籍的非法移工。赶快把人员交出来！烦恼讲有违病风险，海巡将渔船押回港口了后，随进行消毒，嘛一直对着这渔工量体温。海巡署讲，因为疫情影响，越南对外航班减少，对渔港输出的审核嘛真严格。这非法渔工为了要来台湾吃头路，就冒险甲台湾的船长合作偷渡来台湾。之前29位曾经合法来台打工的，但是在他打工期间可能产生了逾期居留。这一次整个费用从前中后各阶段大约是1万美金左右。海巡署讲，这30个非法移工虽然体温正常，不过依照规定，会将因先隔离14天后，才移送收容所，并且遣返回港。台湾的船长甲船员为了赚钱，竟然引进越南的偷渡客，造成国内防疫出现问题，违反移民法，嘛违反传染病防治法。海巡署会进一步去追查这2人敢有引进其他的非法移工。